如果你而家淨係好迷茫，一定要睇完呢條視頻，仲要記住以下呢3點，咁你就唔會再迷茫㗎啦。第一點，一定要揾到自己嘅賽道，揾到自己真正嘅熱愛、擅長嘅方向。人一世物一世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價值同目標，先可以發光發亮。冇方向嘅人只會隨波逐流，揾到方向嘅人先可以活成自己最想要嘅樣子。第二，守住自己嘅心，對自己一言一行負責任。每日多啲問自己，我講嘅嘢、做嘅嘢係咪正向？係咪幫緊人？係咪對得住自己嘅良心？多行善念，多行正道，你付出嘅善意同努力，歲月最終都會俾一個最好嘅回報俾你。第三，無條件咁相信自己，100%咁撐自己，因為呢個世界上最可靠嘅都係自己，連你自己都唔信自己，咁邊個會相信你呢？相信自己嘅能力，相信自己嘅價值，有勇氣衝破所有嘅難關。關注我，我係曉嵐老師。